继续来看基本嘅客家100教育篇，带大家来看客家谚语嘅传承、客家发展。客家谚语就是老古谚语，系老祖公嘅智慧结晶。唔过天天时代改变，近来建设好产嘅唔会讲客嘅，故所一条传嚟万几久嘅老古谚语，以将停留啲卡老卡都市人怎会讲，冇办法向下登记。现正按用20多年前客家学者小小整理出版书，客家文化，客家有为老古谚语听做嘅节目单元，大家按大兵上网，就嘅希望充满老祖公智慧嘅老古谚语，做得小小下去。客家谚语要按照老古谚语，系客家先民智慧嘅结晶。客人早就有年迈祖宗帖、茫茫祖宗言嘅教师。呢度客家谚语当中保留为清传统嘅话语，短短嘅一两句话，唔但唱讲来答记，行下有教有意义。饭后行百户，是医生就看管药铺，就很唔运通。你就运通哦，个醫生你就唔試看咧。而譬如講，早期人記得爭阿公婆砍，早期兩人冇人講咧，反而講我哋米蛋啦，忌日啦，行人講我哋早期，譬如講咧就同傳統嘅客話。老古谚語係客家先民生活當中累積嘅智慧。上座客人單單都係做農，故所當到老古谚語每同耕種有同親嘅關係，像春天筍、秋天竹，春天嘅皮料，秋天谷，意思就係講春天生嘅筍呢，到秋天才會有竹嘅。春天生芒果粗落皮，秋天才會有禾好果，意思就係講春來一腳頭，冬來一穩頭。每一位老古谚語同客人傳統嘅生活都有關係，故所現代嘅都市生活，後生人已經接觸唔到也條老祖公嘅生活智慧。安尼啲東西真正喺態度上嗰時候看到，係唔除非喺度種下去，再來路，比如講10天割無，有種事情，真正我去講中，我去睇嗰種地方生活，能可以體會到。每一位當到後生人，一下都唔曉得講客。對家條來講，我了解老古谚語就行下困難呢。唔可以講客家話就懂難，今日我成日要跳級，即係一定要先會學。一般嚟講，我去了解老古谚語嘅人，一定咧客家話講到係以後嘅。其實我再深層了解客家嘅文化，咁我去了解。嚟見到老祖公嘅智慧結晶，可能遇到傳承嘅危機。早就喺20多年前，客家學者就陸續整理流傳嘅東久嘅客家谚語，還出書行下有用老古谚語做主題嘅節目單元，一條下一講講。飯後行百戶，賣肉先生滾肉鋪，飯後百戶行，素人都白冷。呢條行呢講講嘅一條演繹，用一條豐富嘅身體語言，將一句老古谚語做出來、唱出來。為到老一條傳嚟當久嘅老古谚語上述下去，客家學者黃永達行下推出客家谚語漫畫，希望打幫安內來向後生人嘅注意。用漫畫嘅方式啦，一格漫畫、四格漫畫，甚至講用兩個。短片嘅方式啦，又你喺 YouTube 都非常方便嘛。短片其實做得真嘅會感受到講，你嘅老古谚語用乜用？一般來講，人類本來接觸信息嘅習慣都係用圖畫嘅方式係最好最直接嘅。客家谚語遇到傳承嘅困難，老祖公嘅智慧結晶，未來可能更少人體會到。透過客家谚語書、神奇嘅漫畫書，還有電視節目，希望記錄傳承老古谚語。唔過會將按有智慧嘅方言永久傳承下去，後生人嘅學語能力係真關鍵嘅。有為求你基本功，才有可能了解行下有程度、行下有內涵嘅客家谚語。老祖公嘅智慧結晶將會傳承下去。客新聞番茄上黃少康、黃子涵綜合報道。